喺上世紀40年代尾，葛兆煌帶住佢嘅一班手下嚟到香港紮根，成立咗14K，之後橫掃香港嘅本土社團，一躍成為香港第一大黑幫。1953年，葛兆煌突然離開人世，葛兆煌嘅仔葛志雄俾幾位社團長老推舉為龍頭，不過葛志雄對黑幫事務一啲興趣都冇，以至於社團群龍無首，社團入面每個字堆嘅話事人各做各嘅，社團毫無凝聚力。唔好睇佢哋係一盤散沙，喺當年14K 入面有好多犀利嘅猛人，所以到80年代之前，14K 一直保持住香港第一大黑幫嘅名頭，並且隨住隊伍嘅不斷壯大，14K 從一開始嘅8個字堆發展到巔峰時有36個字堆，但係由於各自為政，喺利益面前邊個都唔肯退讓，自相殘殺係常有嘅事，長年嘅內耗使得14K 慢慢咁從興盛走向衰敗。反觀同14K 並稱為香港三大黑幫嘅和勝和同新義安，呢兩個社團嘅情況就同14K 唔一樣。和勝和社團每2年都會選出一個坐館嚟做社團領導，而新義安嘅龍頭之位則係由向氏家族世代相傳，咁樣可以更好咁凝聚社團成員。14K 縱然猛人個個出位，但係畢竟係散兵游勇，到咗80、90年代就逐漸衰弱。2010年，葛志雄病逝，佢雖然唔理社團事務，但畢竟有龍頭嘅名義，可以話係社團嘅精神領袖。葛志雄走咗，14K 就真係冇大佬啦。2012年，為咗唔俾14K 嘅一盤散沙嘅局面繼續發展落去，九江街霸王立章喺自己65歲生日嗰陣，宴請社團入面嘅各路話事人，當場提議推舉一位德高望重嘅人嚟做社團嘅新龍頭。不過到底應該選邊個呢？ 14K 入面有頭有面嘅人太多啦，邊一個都唔好嘢，想要揾到一個合適嘅人並唔容易。唯一被大家認可嘅係偽字堆話事人胡蘇勇以及倫敦金教父劉安呢兩個人，不過佢哋兩個都因為年紀大咗，以身體唔好為由拒絕咗，所以呢件事亦就不了了之啦。就喺胡蘇勇同劉安拒絕嗰時，另一圍台嘅一個人對社團龍頭嘅位置動咗心，佢就係蕭旭成。上世紀70年代，蕭旭成開咗一間財務公司，通過放數大發橫財。佢嘅放數同收數方法同人哋唔同，並且效果顯著，唔少江湖人士見咗都紛紛效仿。蕭旭成有錢以後就進入房地產市場，靠住丁屋大賺特賺，後嚟又陸續到深圳投資地產，身價上億。相對於嗰啲刀頭舔血嘅江湖猛人，蕭旭成更似一個生意人，一個擅長運用幫派勢力為自己謀取私利嘅生意人。而且蕭旭成好識做人，經常會同退休嘅社團元老發利是，有啲元老病咗，蕭旭成仲會為佢籌集醫藥費等等。蕭旭成雖然表現得好似個慈善家咁，但實際上佢從嚟都唔蝕底，佢總係識得借助呢啲大佬嘅勢力嚟為自己謀取利益。自從嗰次立章選龍頭冇結果之後，蕭旭成一顆心火熱起嚟，佢對於龍頭嘅位置好感興趣，畢竟坐上之後就可以指揮社團眾位猛人。為此佢東奔西走，希望可以得到社團入面啲大佬嘅支持，早日登上龍頭嘅寶座。14K 嘅龍頭有2樣信物，一樣係至尊指環，另一個就係簽名指線。至尊指環係由上一代龍頭傳到下一代嘅，而簽名指線即係空白嘅指線，再由社團入面有影響力嘅大佬喺指線上簽名，亦就係獲得咗大家嘅認可啦，就可以順理成章咁成為龍頭。於是蕭旭成做咗一把指線，拉上白無常呢個14K 嘅超級元老，為自己喺各位社團元老面前拉票。事實上，社團入面好多大佬都唔在意龍頭由邊個嚟坐，蕭旭成攞住指線登門拜訪，睇下蕭旭成平時對自己關愛有加，啲大佬亦唔想隨便咁得罪人，於是一個個咁簽咗名。當然，亦有一啲社團嘅大佬係希望社團有領導人嘅，畢竟14K 鬆散咗咁多年，從曾經嘅興盛到如今嘅衰敗，勢力早就不如和勝和同新義安。如此一嚟，
大部分社團元老都喺紙線上簽咗名，蕭旭成呢個龍頭嘅位置睇個樣係穩啦。不過亦有一啲人認為蕭旭成唔夠資格，甚至仲因為呢件事打咗蕭旭成塊面。好似當年推辭龍頭位置嘅胡蘇勇，佢就認為蕭旭成唔夠資格。雙花紅棍陳慧敏亦唔睇好蕭旭成。陳慧敏曾經喺一檔節目上講，龍頭之位即為三煞位，上位嘅人一定要有足夠嘅份量。所謂嘅龍頭同話事人唔一樣，龍頭就相當於公司董事長，而話事人則相當於隨時可以換人嘅 CEO。陳慧敏甚至仲打趣到，社團入面犀利嘅人好多，但咁多年過咗去，邊個都唔服邊個。而家你區區一個蕭旭成，如果成咗社團龍頭，咁我以後見咗你，豈不是要叫你一聲大佬？我輩分咁高，都唔敢稱自己係龍頭。你蕭旭成憑咩仲想坐龍頭嘅位置啊？對此不滿嘅仲有一個大圈話事人鳩 D， 並且鳩 D 嘅反對最為激烈。鳩 D 係個狠角色，性格暴躁，早年做走私生意，後嚟成立咗晉升影業，買低周星馳嘅幾部電影合約，拍咗《新精武門1991》、一本漫畫《闖天涯》等膾炙人口嘅佳作。除此之外，鳩 D 仲涉及金融業、賭廳、地產、服裝、餐飲等產業，可謂係財雄勢大。鳩 D 為人仲好仗義，曾經朋友幫過佢，後嚟朋友遇難，鳩 D 挺身而出，一人面對新義安嘅龍頭、大總管、超級元老等人面不改色，可見鳩 D 為人幾咁強勢。蕭旭成亦知道鳩 D 唔好對付，幾次私下揾鳩 D 被拒絕後，佢亦唔敢糾纏，但係佢唔想放棄，於是佢就揾到咗社團嘅二路元帥陳清華。陳清華係14K 社團中輩分最高嘅一位，雙花紅棍陳慧敏、鳩 D 都係佢嘅門生。蕭旭成揾到陳清華，為嘅就係令陳清華開口承認自己嘅龍頭位置，再以陳清華嚟壓制陳慧敏同鳩 D 等人。不過陳清華人老成精，佢聽咗蕭旭成嘅來意，只係顧左右而言他，並冇表明態度。但蕭旭成就死咬住唔放，甚至仲表示如果叫陳清華承認自己係龍頭有難度，就叫陳清華封自己一個二路元帥嘅頭銜都唔錯。蕭旭成嘅話將陳清華搞到哭笑不得。陳清華表示自己亦只係二路元帥，邊有資格去封人哋嚟做二路元帥呢？蕭旭成眼睇住陳清華呢度冇希望，只好再次登門拜訪鳩 D。當日鳩 D 正喺自己嘅茶樓入面慢條斯理咁品住32年嘅大雪茄。蕭旭成再一次登門造訪，並且以想帶住社團重返巔峰為由，同鳩 D 講得聲情並茂。但對於鳩 D 嚟講，蕭旭成就好似係一個小丑一樣，佢根本就冇將蕭旭成放喺眼內。蕭旭成越講越興奮，越講越激動，而鳩 D 就越聽越煩，嘴入面恨不得講出嗰個爛字。見鳩 D 態度強硬，蕭旭成亦唔好再多講乜嘢，唯有燶口燶面咁離開咗茶樓。不過佢並冇就此罷休。2014年荷蘭教父奕宗生日嗰陣，蕭旭成喺現場發咗一堆大禮，並且攞出嗰把多位大佬簽名嘅紙線，喺宴會當場高調宣稱自己係社團嘅龍頭。此外，佢仲創辦咗一個雜誌，宣稱要聯合成個14K 嘅成員，組建一個14K 大聯盟，並宣稱社團元老已經將至尊戒指交咗俾佢，嗰個係標誌住龍頭身份嘅信物。蕭旭成之所以咁大張旗鼓，無非就係為咗坐實自己14K 龍頭嘅名號，但佢並冇得到所有人嘅認可，反而好多人都對佢不屑一顧。但就係咁樣嘅高調，引嚟咗一場官司。奕宗嘅生日宴會上有臥底，亦因為臥底提供線索，蕭旭成被判咗22個月嘅刑期。不過蕭旭成亦唔係食齋嘅，佢既然可以咁大張旗鼓，自然有自己嘅人脈。按照程序，臥底要對蕭旭成進行指認，當日臥底就話唔識佢，所以蕭旭成安然無恙咁行出咗差館。不過經過呢次嘅事，蕭旭成仲係認清咗形勢，選擇咗韜光養晦。2019年，電影明星基哥李兆基因病離世。李兆基曾係14K 慈雲山13太保之一，蕭旭成同白無常共同到場為基哥送行。2021年，
黑無常嘅門生世榮病逝，世榮係蕭旭成嘅親細佬。蕭旭成喺葬禮上照顧各路有頭有面嘅人物，包括和安樂社團少壯派葉仔、大媽、和勝和高層黎國華、14K 嘅搞事熊等等。另外，高啲亦叫人送嚟咗花牌，呢個講明兩家以前嘅恩怨已經煙消雲散。畢竟出嚟行為嘅就係求財，仲係以和為貴最好。